你拿外粉弄开了去。今朝我们在我厨房给你带回去，没吃喝。没吃喝嘛，总归喝个哇。哪总归喝家，不晓得给你当养鸡弄的。养个东西哪弄不不，我在这边弄，你弄到3:30，估计这个只数字我饭也吃不了，影响食欲。你自个边吃吃，啥吃吃，3:30子我来喊你。喝嘛，总归要喝。你不去帮你们家，你喝么让你喝？那，差不多来个啊。那么牛鬼要喝的。3:30 30万，送来分看见个一张，我操个数字。要说啊，孩子，你来看看。啊，八子。八子。眼睛门上也亮。两个。一个里向一个呢，工作量实在太大了，门在了。厕所3座，我操，还没愿意。看见这一个地方，今朝夜头再点困，门在继续分队。今朝是第3日天，从农业学校走来，本来从一扇铁门进去，随是叔叔个屋里。2019年开始，疫情防控，铁将军把门，结果么随是来回个辰光，由20分钟变得30分钟，还是辣海踩近路个情况下头。自个从正门出来，唯一再加10分钟。日子一个3圈子，叔叔屋里单站，一道来中山龙庆商站。为啥谈地辣海3区个撇序当中有一排露天房子？原来50年之前，埃个地方是一片菜地，只有2排房子，南面一排3层楼，尖头树。北面一排露天房，叶公树，出头出那个人烟群纷，不亦乐乎。后来西北农大个学生子从1000多变得1万多，菜地上个房子还从2排变得7排。头一排房子个一只窗盘，侪是你叔叔上人上午个屋里，还侪是你婶婶个娘家。落叶归根，作为一个来苏州，先是安上一个地方安度晚年，除脱农大里向个食堂、浴室，再最一个，侪是对埃个窗盘里向个一份念想。一双鞋子就是装子一个礼包子，黑个脱下来，红个扎上去。虽然搭空子个颜色不大配，总归比家在里发痒个好。才搞一个礼包发大个鞋子，哪还抓？那我们哪黑个啦？会嘛？哎呀，那上来设计菜，不烤一烤是搭上了地上有啥个区别呢？一张沙发靠得来一身汗，这他可以说。吃多啊！那么搿点文章再吃，超巨星。那只蛋蛋哪没吃黑个家？你想不喝回了熬头。焖肉。咁么另外面也差多点。大概菜分营个动力。我中国过好吃，台湾过了美国过，中国菜个，中国过是在好吃的是，就能去上当。焖肉比子烈三菜。那个牛腩碗分大清汤，我没吃。你那没吃，一个牛心气。我是拿江苏就差不了。再讲吃个牛肉那个，你这个牛腩个碗一定要拿20到40斤大。但我最注意个点，我一定要来讲啊，别个我带那个点年纪，肯定没难吃得快的。早上趁牙子喊个辰光焖吃。长边个。长边么大家个错。焖肉全部吃光，晚上鸡块都有。卤个菜再好吃，你记得看卤个菜先吃光。那个是雷爱民个理论，晓得？那一定要去打碗啊，你不能再打碗的啊！一口牛腩皮，不来塞，这个满真太真个不来塞，一口皮蛋，我估计那中国艺术是哪个才是？你用谁也改了，不来。我埃件衣裳改了脚趾了，搿件衣裳改了。没衣裳好了，你别脱衣裳困觉。我随便一脱光子都困觉的，我装一件衣裳我得困不上觉呢。搿是要冷，我是装起羊毛衫来困。哦，不来个，我装件棉毛衫都困不上。你太子真个不来塞。要是你做啥？我想吃。侬想做啥？想做寻好吃哦。啊，你违法私刑啊！不，你说不来了，我都等你行。可哎呦，不是出猪噻。哎呦，好吃叫，不啊，可以。你再看看搿张相子了。我这只红鞋子搭搿个差不多个呀，我得来好吃，不个呀。那么不对话那双鞋子啊，出猪肉啊？出猪肉，真个出猪肉。